大家好，呢度係唔出口術但用口講戰術嘅阿沙。咁想同大家傾傾嘅就係一場唔係好多人入場，但係如果你中意睇戰術嘅話，都會幾中意嘅龍城對流浪。咁先講講雙方嘅出場名單先啦。首先流浪就擺出嚟一貫嘅5-4-1啦，龍門就係葉嘉餘啦，後防右至左就係張青雲、金文圭、林遼太、梁偉峰同埋鄭智深。中場4個分別就係伊巴謙、安沙、馮冠明同埋彭尼加斯，而前鋒呢就係劉智樂。龍城呢邊擺出嚟比較似係一個3-4-2嘅陣式啊。龍門就係張桂華啦，而三中堅右至左就係嚴啟卓、卡里奧卡同埋姜俊賢。中場4個分別又右至左就係許家樂、基斯、迪高同埋李俊廷。而攻中兩個呢，就係何龍浩同埋封天榮啦，而正前鋒就係謝臣。咁今場就有個重點想講講，就係龍城呢一方面就啱啱講佢哋踢3-4-2開始啊，可能有心水清嘅人都估到佢哋今場踢嘅係一個5大聯賽入邊都好流行嘅合型中場嘅踢法。理論上咧，流浪嘅雙防中配搭喺面對合型中場嚟講，其實應該劣勢好大嘅，應該好多時都會疲於奔命。但係由賽果同埋場上表現咁樣，都睇得出流浪係好成功咁樣針對咗對面嘅部署。咁究竟佢哋點樣去做？究竟係點樣做到嘅呢？呢樣就係今日想主要講嘅嘢啦。咁第一個要點啦，有別於而家5大聯賽入邊嘅合型中場構成啦，龍城今日嘅合型中場咧，喺無論有球同冇球咧，都係會企翻呢個陣式嘅。而喺5大聯賽入邊主流啲嘅踢法咧，就會喺有球嗰陣時先至會拱上一個中堅啦，或者收埋一個閘位去構成呢個合型中場。而喺無球嗰陣時，其實好多時都係踢翻4-4-2啊、4-2-3-1或者4-3-3等等嘅典型陣式嘅。而呢個咁樣嘅變化呢，就形成咗佢哋嘅一對翼位啊，李俊廷同埋許家樂咧，好多時進攻嗰陣時都喺最上嗰度撐起個闊度啦，而喺防守嗰陣時又要翻到好後去幫手守波。而結果呢，就係流浪喺反擊嗰陣時，好多時伊巴謙或者劉智樂呢，都可以好輕鬆咁樣攞到波就面對住三中堅。而第二個要點呢，就係雖然龍城咁長期位上邊係一個合型中場啊，但係進攻嗰陣時其實好多時唔係好流暢佢哋進攻。咁點解呢？就係佢哋欠缺咗好多合型中場有必要嘅轉邊。咁針對龍城呢方面嘅轉邊不足呢，流浪就做咗一個好好嘅針對性部署。咁就係呢，當嚟龍城兩個攻中何龍浩同埋封天榮想褪後攞波嗰陣時，流浪嘅三中堅其中一邊嘅中堅呢就會上搶去守，但係只限於守龍城嘅強邊，就係有波嗰邊。即係當龍城個波喺左邊嗰陣時啊，流浪嘅右中堅金文圭呢就會上去貼身守龍城方面嘅左邊攻中封天榮嘅回後攞波。而流浪嘅左中堅梁偉峰呢，就唔會點貼身守龍城嘅右攻中何龍浩嘅回後攞波，而係褪翻右少少，同佢哋嘅中堅林遼太形成翻一個4人防線。而結果呢，就係龍城本應有4-2嘅中路人數優勢啊，就咁樣因為轉邊不足啦，同埋流浪嘅部署呢，而變翻做一個3-3嘅人數均勢。而第三個要點呢，就係龍城係冇咗陳文輝之後呢，其實係唔係好夠有無球跑動嘅球員嘅。因為喺上屆我睇過龍城嘅比賽入邊，其實陳文輝表現都相當之唔錯。佢無論係打第二前鋒嗰陣時係拉邊啦，同隊友換位啦、做配合等等，其實表現都幾好啊。而你睇翻今場正選嘅進攻線咧，何龍浩啊、封天榮啊、謝臣啊、李俊廷啊等等咧，其實都係偏向需要有波在腳嘅球員嚟嘅。甚至乎你計埋後備換出嚟嘅
雷仙奴同埋巴夏比都係偏向有輔助腳嘅球員啦，而比較無球跑動好嘅邵雲俊呢，今場就好有趣咁樣比較打咗一個偏後嘅後衞嘅角色，再加上流浪咁長防守紀律性企位叫做得幾好喎，咁啊變咗龍城嘅進攻就變到好綁手綁腳啦，踢得。